今日整香煎米子雞肉卷，睇下我點整啦。首先呢，烚咗啲雞肉，而家開始呢就要拆肉。我自己呢就冇任何拆肉嘅用具，所以呢只可以用最原始嘅方法去拆肉啦，就係一支叉同埋我隻手啦。經過上次整米子超失敗嘅經驗啊，今次我知道將米子呢要落少啲水啊，包嘅時候唔好太貪心啊。雞肉少啲，再捲成一個圈，尾部落多少少水，黐實張米子。另一個步驟，打一隻蛋，然後發起，作用呢就係令陣間煎出嚟嘅米子有金黃色啊。之後呢，將米子放晒落蛋液裏面，記住每一粒必須煎滿蛋漿。落油開始煎啦，千祈唔好大火，要偏細火啊，因為火太大呢，表面燶得好快啊，裏面又唔熱，煎到底面金黃色就可以上碟噶啦，加埋芝麻就完美啦。